你有想要学牛肉面？哦，我做一间给你。我知影顶头恰恰，但是就是安尼讲，就是伤臭味道我会惊。免惊。哦，因为牛肉面是本身是少重味的，所以无迄个严重。咱咧讲葱烧，这个葱仔味就会足好诶。葱仔本身有甜，这就要食到了臭味道。这嘛是爱臭味道。啊，你这样评看会葱仔味不重，对无？啊是安尼安尼只，鼎内面有一寡臭大味，芳开就会来烫一下，啊，即摆再甲倒起来。啊，你就等于差不多啊，咱都要别个芳芳的物件，就是精华都咧落来。因为我伫咧厨房内面嘛做一届牛肉面，互伊试看卖。啊，所以我希望讲我即届来遮互一寡意见，啊，甲伊交流做这个料理咧，会使互一寡，会使互伊有一寡新的想法，会使互伊料理更加进步。你头光应该学足济哦。你做你的二厨，你感觉安怎？真骨力咯，真骨力咯。你感觉？应该讲有食。迄汤头较厚的感觉。你迄汤啉落去了后，你嘴拢是迄牛肉面，就香诶。我就介意你迄个面的 Q 度。肉嘛足好食，足油诶。